歡迎進入數碼積金新世代。由2024年6月起，積金易平台已經開始投入服務啦。積金易有着數，好易用。積金易平台最大嘅着數就係減費，因為積金易會提升行政效率，又係非牟利，降低咗嘅成本會通過減費令打工仔女受惠。強積金計劃已經開始逐個加入積金易平台。當所有計劃都加入晒之後，打工仔女就可以喺積金易平台一眼睇晒你哋喺唔同強積金計劃嘅賬戶，轉換基金、整合賬戶都可以喺積金易平台搞掂晒。老闆用積金易平台供款都有着數㗎，例如唔使再遞表同簽支票，慳人手同時間又環保。受託人會陸續通知計劃成員同僱主，記住當你哋收到受託人嘅通知之後，先至喺積金易平台註冊開戶啊！快啲去積金易網站留意最新消息啦！